使徒行传第10章，伫凯撒利亚有一个人，名叫做哥尼流，是罗马军队叫做意大利营的队长。伊是虔诚的人，甲全家拢敬畏上帝。伊慷慨真济善食的犹太人，阁不时对上帝祈祷。有一日，差不多下晡3点，伊伫异象中明明看见上帝天使入来，甲伊叫哥尼流。伊甲天使直直上，非常惊吓，讲：主啊，什么代志？天使讲：你的祈祷甲真济已经拢得到上帝欢喜接纳，等着找人去约帕，请迄个称作彼得的西门来，伊做人客住伫做皮师傅西门的厝，伊的厝伫海边。对讲话天使离开了后，哥尼流就叫2个奴仆甲一个平常在侍候伊敬畏上帝兵来，将这代志拢甲因讲了后，找因去约帕。隔日差不多中昼，这3个人行要到约帕的时，彼得爬去厝顶祈祷。伊腹肚枵，想要食，人伫为准备食物的时，伊入神，看见天开，有一个物件，亲像一块大地布，四角头掉地，坠落来地上，内面有地上各种的走兽、虫炭，甲空中的鸟类。有声对伊讲：彼得，起来，抬来食。毋过彼得讲：主啊，绝对袂用得，我毋捌食有诶无清气诶物。迄个声第2遍对伊讲：上帝予伊清气的，你毋通看做有诶。这个代志继续有3遍。迄个物件随时阁收倒去天顶。彼得感觉奇怪，拄在想这个异象是甚物意思的时，哥尼流所找来的人已经找到西门的厝，来徛伫门口，大声问：有一个叫做彼得的西门住伫遮无？彼得还在想这个异象是甚物意思的时，圣神甲伊讲：有3个人来要找你，你起来落去，甲因做伙去，毋通张除，因为因是我找来的。彼得就落去见遐个人，甲因讲：我就是恁在找的人，恁来有甚物贵事？因应讲：阮的长官哥尼流找阮来，伊是正直佮敬畏上帝的人，受全体犹太人的尊敬。伊得到圣天使的指示，来请你去因兜，免领受你的教示。彼得就请因入去，留因住遐过暝。隔日，彼得起来，甲因做伙去，嘛有几若个约帕的信徒斗阵去。隔日，因到该撒利亚，哥尼流已经邀请伊的亲人甲朋友在听候。彼得入去，哥尼流就进前迎接，趴伫伊的脚前，甲伊拜。彼得甲伊牵起来，讲：起来，我家己嘛是人。彼得甲伊哪行哪讲话，入去内面，看到真侪人已经聚集伫遐，就对因讲：恁知影，照阮的规定，犹太人袂用得甲外邦人交陪来往。毋过，上帝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族群的人，都毋通看伊做无清气，还是有话。所以恁请我来，我无提时就来。但请问，恁为着什么代志请我来？哥尼流讲4日前，拄这个时阵，差不多下晡3点，我伫厝内伫祈祷的时，
忽然有一个人穿光影影的衫，徛伫我的面前，讲：哥尼流，上帝已经有听见你的祈祷，嘛会记得你所做真济人的事。你着找人去约帕，请叫做彼得的西门来，伊住伫海边，做批师傅西门引导。我就随时找人去请你来。当你来啦，实在真好。现在阮拢自执伫上帝面前，要听主命令你所要讲拢总的话。彼得开喙讲：但我确实知，上帝无偏袒人，无论倒一个民族，敬畏伊、行为正直的人，伊拢欢喜接纳。恁知，前上帝有通过万民的主耶稣基督，对以色列人传和平的福音。约翰传水礼的道理以后，这个福音有对加利利开始，传遍犹太全地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。上帝有安怎用圣神甲大能力，甲伊抹油任命，有安怎互伊去逐所在做好事，医好所有受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上帝甲伊同在。阮就是伊伫犹太逐所在甲耶路撒冷所做的事的见证人。因甲伊钉死伫十字架顶。第三日，上帝互伊过活，搁互伊显现，毋是对所有的人，只有对阮这个受上帝拣选来做见证的人显现。阮捌伫伊对死人中国活了后，甲伊做伙啉食。伊命令阮传福音予所有的人，证实伊是上帝所任命做活人甲死人的审判者。所有的先知拢为着伊做见证，讲信伊的人拢会因为伊的名得到赦罪。彼得要在讲话时，圣神降临伫所有听道理的人，甲彼得对约帕做伙来，遐受割礼的信徒，拢大着惊，因为信神的恩赐嘛有摒落伫外邦人的心上，因为因有听到遐个人讲灵语，搁称赞上帝伟大。然后彼得讲：这个人甲咱同款，已经有领受圣神，减有人会当禁止因领受水的洗礼。伊就命令因奉耶稣基督的名领受洗礼。后来因请彼得甲因搁住几若日，